揾低首期、低總價、近翻關口嘅各位港澳街坊朋友，今日呢套坦洲106方豪裝大3房冇錯過啦，而且現樓現剩，唔使怕爛尾啦，對面已經係入住晒噶啦，下邊屋苑園林已經都係做好晒噶啦，有埋球場俾到你添，仲有會所270度嘅一個採光通風面，嗰邊就望翻河景嘅。嗱，106方而家喺翻4樓實體樓，大家感受下整體嘅一個採光通風面同埋戶型嘅一個間隔。呢邊呢就蟹櫃預留埋俾你嘅 U 字型廚房，實際交付就長體嚟噶啦。廚櫃3件套，呢啲例牌交樓標準，6到8人嘅餐台位，滿足晒一家4口6口都冇問題噶啦嚇。呢邊第一間房感受下，隔離呢就下廁乾濕分離啦。呢度位置呢5分鐘車程就可以到翻華發商都同埋山姆超市呢啲大型嘅商場，買嘢食嘢方便噶啦嚇，15分鐘到翻關口，一出屋苑門口有翻港澳直通巴士啦，可以直達翻香港嘅荃灣、太子、尖沙咀。實測我自己喺呢度坐翻過去太子嘅話呢，只需要個半鐘頭車程嘅啫嚇，方便快捷嘅。有興趣港澳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